好，来继续来看台电南投的营业处成立着施工班，最近是增加24个人力，其中有4位是无到30岁女性，有留学回国的，阁有钢琴老师哦，特别受到注目。几个小姐爬电火条啊，袂输查甫人，一个啊，就爬去哩上顶悬，开始减收作业。因是台电都因为来受训人员，24个人内底都4个是无到30岁女性。原本是那个学校代理带过来，然后因为比较不稳定。这个是钢琴老师，本来伫咧学校代课教音乐，尾也考台电顺利录取。因为要考日头经验，所以爱伫安全无法做工课，互大家拢看到因的面拢拍甲乌气。他一开始就是力气还不够，所以就做不太起来。另外一个受训人员嘛是女性，伊是手伫咧电火条顶面做工课，伊讲伫咧顶面强在点2点钟。那想要上厕所怎么办？在上面你要会都不太会上厕所。还有留学回国的小姐，嘛因为来台电做。因为在国外的时候，常被停电停个1-2天，能够为人民服务。即摆台电南投营运处讲，为了解决中电系统现在因为天灾停电的问题，成立施工班，所以因一摆增加24个人力。主要的目的是在做我们专业技术的传承。过去台电主要人员拢是查甫的，即摆有查某的受训人员，因做工课能力，互大家拢感觉因真厉害。